9月初一开始要放定伫海外旅行留学的中国游客会当申请许可来台湾观光。若8月28开始会先恢复中国人申请来台湾做短期的商务交流。另外，陆委会嘛研议两岸旅游团解禁，希望中国嘛会当含咱同齐对等来开放。陆委会宣布，自9月初一开始，恢复旅居抑个留学第3地中国籍人士会当来台湾观光。因若团客部分，咱方的禁团令也放令，组团去中国，依照对等的原则，会适度调控去中国的人次。初期一天以2000人次为原则，看对方的回应，结果再确定实施的日期。另外，自8月28开始，也要恢复中国籍人士申请来台湾短期的商务交流。不过，半导体等高科技核心技术的产业，也是要专案申请。能够双向互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那光是呼吁，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政策的这个宣布，我们希望能够对方能够清楚的理解我们的一个立场。在过去，旅外的中国籍旅客每年来台湾人次差不多8万到10万人次，占整体市场的0.8%。虽然市场无大，也算是向中国释出善意。在边境解封了，台北市有名的景点永康商圈，主要是以日本甲韩国的旅客较多。相关的理事长讲，若是有中国的旅客消费能力来到3天，会让加强带动商圈的复苏。曾经破纪录来我们这个永康商圈消费，他买那个文创品文创的东西，一个人一笔超过台币30万了。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有中国大陆这边的观光客进来我们永康商圈。自由行的客人含金量比较高了而且他们的时间是比较自由对这种商圈性的活动会有帮助尤其对这种小摊小店他们的逛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也比较不像团客已经被一条龙的服务。陆委会讲，要恢复到疫情进前的两岸人员往来甲交流，需要两岸互相配合，并且创造条件。咱方会依照上新的政策，放令中国籍人士的入境管制措施，希望中国方面也能采取对等的做法，和相关规划会当顺利推动执行。记者综合报道。